了，肯定。去昂人读书，昂人读书，你真是异想天开。弟弟，你不是长得女儿噻，要叫我成为有才有德的女子吗？好好为王讨讨女儿情，就知道女儿家该做些什么了。都因3年，不知莫来是女了。小姐，冤枉的你用饭了。宁妃，你看，花我来女扮乱造，待我从军12年，必被同伴识破，难道我就不能叫张去行人救药吗？哎呀，那好啊，小弟，我也该张陪你同去啊。好。这是弟弟他不肯放我去的，那怎么办呢？快去。好。冤枉菜都要淋了，你还是先用一点吧。等赢的。哎呀，我不好了。是这样进货。小姐病中不适应的。哦。小弟将去用常人，真乃冤枉不答应。因此小弟心烦恼，欲有终日得了病。如今我到病程中，我得来病死老大人。这可是我事好，好让我看看。冤枉！我应该
我小弟要到祖，设下了妙计，他员外不答应。员外，门外有个不挂先生路过，倒不是前来不过卦，依着你来。倒也是的。哎，才是他来年啊，不真不要紧。不挂先生，员外有请。哦，先生，请。员外，不挂先生来了。请。员外在上，不挂人开见。一旁请坐。谢员外告诉了。先生，请喝茶。请问员外，叫不挂人官是文博？正是文博。此次请示相爱。是。不知员外有无疑难？只因小女想往杭州读书，是我不用为此忧郁终生得了一病。为子吉凶时候，得请先生一步。不知小姐今年几岁了？今年28，我要出日生日。此次待我不来。员外，问寡儿多，还是让灵儿出门为好啊。我已记得呀。灵儿在家多灾多病，出门可以治病消灾。把红人读书嘛，红人更是大吉大利。这是穷才之女，怎能远走杭州？与杭州名师指点，必真才子啊！怎奈她是个女孩子。大员外，遇到是有子女子，是故有子，花木兰能者能做，万女扮男装啊！待府中中12岁，下转报杂局长，在此东本大吃一记。曹大哥才
生计，都是流名千古的一代才女。啊，员外，贵妇乃是书香门楣，另爱杀人才女，岂不光耀门楣啊？应该是胸怀大志，怎奈她是个女孩子。杀他是个男子，你就放他去了。那还用说？多谢弟弟爷爷。哎呀呀呀呀！先生你真是何意呀？弟弟。应该，你竟敢戏弄你父亲！弟弟，女儿叫张男子，你现在总可带一女儿去到苏良。真是无奈。常言道，谁与男儿去过命，哪有闺女成原美？你总管瞧上女儿养在举我身内，把主为民。弟弟，女儿叫张男子，连弟弟都瞒不了，女儿此去万无一失。你真不叫我堂上老母心牵挂？员外放心，有我年轻半生出动，早定有个佛子。你怕得露面做美人的。弟弟，员外，小姐在家病话的孙子是我死的，还是依依小姐去到做的好。你多嘴。弟弟，女儿旨意已定，我若非去不可。弟弟呀，这家是故乡门里帅美名，女儿你落魄半脚出梦父亲，此番桥上去哟去，百年有梦儿媳为人，弟弟所知女儿心，托他志向，不光心。神经，此等也能愿望成为名门才女。弟弟在赢了。是吗？弟弟，去吧。应得此去要叫张男子，切不可如此破绽。3年衙门无需说归，讨家有要事，一接家书，你要接说归来。女儿在你宁心。
不是在此两坐片刻。相公说得有理。相公，顶内有人？无妨。看他们也是银缕模样，说不定也是做书去的。你为圣兄请了，小弟有礼。小弟这厢万里。请问圣兄真姓大名，夫居何处啊？小弟姓作名应的，乃是上虞作家庄神子。做仁兄。专问兄台子，归计两三辈。两人兄。奇怪，仁兄官是大行人读书。真是，请问你我也去访师去哟。好极好极，请坐，请坐。来，相公。你们是到哪里去的？当人读书。我没到处去读书啊！哎呀，哪瞧见了？小弟他们，小弟好端端的在家里，你的他之人，我想要是小弟能一起出来读书，那最好了。是啊，贵问圣兄，莫非圣兄有所为之？不许尽速读，女儿读书也应该，是害我弟弟太固执，终于留下小舅妹。苗最高人，苗最高人呐！圣兄来礼在今，自从大推我进，男女同志无不随，女儿读书明理也给予。
兄夸奖，是个。我以为天下男子一般呀，难得他以为女子道不平，两姊妹两位也有4千少，我有意与他结为兄弟妹。做人兄表弟有言，此事难以启齿。仁兄有见教，你谈甚无妨。家在北无兄有无弟，也无妹亦无弟，也愿千里来相会，得与仁兄心欢喜，亦愿与你俩结拜，为此仁兄可愿意。兄弟同志多数月亮宽，表里哪与不远矣。好啊，请问周仁兄今年2八？哎呀，我今年已是107岁了。遇到长者为兄，遇者为弟，只是你我3天一杯。哎呀，这旅途之中遇得相助，这是无事好啊！是啊。不妨拆土为香。此事甚好。兄
过师母。师母，是嘞，是嘞。我有私书启日，我多拜眷属，不知切过事。为师当二心烈血交动，尔等因木村铁年用功苦读。圣人教诲不能私之不尽，无过不分啊！为此，每人须亲自动手，忍着担水杀手，不得有疏动在老也。
他在我在耳闻，提起此事真小事啊！我做家当年年有庙会，趁人叫我去办观音。你下次再要喊你猜，我是要夜里不必怒气追，并非生气，说了，下次不可，下次不可。啊，爷爷，你看有些这篇文章做的时候啊。爷爷，这我的作业真可以啊！两兄喜欢的做女女，夫妻能得人自豪。两位相公到两林去洗瓜去吧。两兄起。咦，怎么两兄子兄还没有来呀？我还没来。来了，我们来迟了，把酒一杯。对，你把酒一杯。我不会饮酒。饮的不会，多替你再饮一杯。不许。不算一杯。刚才不算，再来一杯。一杯。听啊！先生来了。有生请先生一杯。新人多来了。好。好听啊！今日是中秋佳节，来，应该吃月饼。三伯你也吃一个。多谢。越多越。谢父。两兄，你看明月当空。
师母学生先退了。好，这幅红梅虚画怎样？真儿我意啊！三伯，老师在书房等你呢。学生文章已做好，待我并先生去。应得来，哎，应得，你看这幅图面配红梅花样可好啊？这景段正好与红梅相配。师母，学生不胜用，实在无言，切莫让先生知道。现在，有为难之处，可来找我啊！放心去吧，谢师母。眼里啊，你东西擦亮。你看你呀，眼里你怎么为我绣花怎样啊？为妙花娘，天子俊美比欧美。
不是啊，实在家无来信，谁有病要催我归去？哦，不明理应为家，既是同生，我想平民先生明在一早等着。是此甚好，祝你神风。谢师母。宁心，你也是真正营造好生事哎！娘公，我走了。我等他去了啊！因为你还有言想吧？没事，应该有什么话对我说吧？来，坐下来讲。老子教诲恩是海，预谋你师母好看那台，不用客气。那草
要不打打去打落叶多辛苦，上茶途在夜艰难。两兄啊，他为后人把那担，你那护送下。两兄，你要在也不难，离家没带虽算好，可惜是路远迢迢真来盼。金无意，金虽长，鸳鸯成在玉成双。两兄啊，应在啥事女红妆？两兄你愿不愿配？你不见是我他对你微微笑，他笑你两兄真假眼里目啊，因为我是眼里目，从今的我家我两哥哥，两兄要你讲错了。下次不可，下次不可。眼睛
夜里的晚有夜来讲。
总可有希望陪。你早是与兄为婚配，今日两位为何来？要是你两兄情必定，小弟替你来度大媒，夜里替我来做媒，但为是千金哪一位？这是我家小姐妹，不知你两兄可惜哎？姐妹今年有几岁？他是与我同年，乃是双胞胎。姐妹与你可相像？他平貌就像吴英台，但为是神不口不开，家务找我电应台，只是多谢夜里来约会。两兄弟话家常，我呀你七巧之气。七巧，我家
月年兄。好啊！哎，爷弟，爷弟，爷弟，相公，爷你相公啊！哎呀呀！三本师母，三本，看你今日心神不宁，为了何事啊？这啊，弟子思念家乡。思念家乡，休该归去。归去啊，三本，我有一事，倒真想问你。师母，愿话请讲。三本，你来。是。就开我
你数莫掉不知意，记得拆了围，做了怪，他曾就比较不委屈把马踏手当着了，哪里？
这是我夫人。说员外。马夫人，请说，请。好好好。见过主人吧。参见主人吧。吼吼，请说。是。令郎真是一表人才呀！哪怎知的？我怎会不知？你看，这花这两个上台，这花上台，喜事来，喜事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应得你的喜事来了。你的话你一将女儿动人开，结识良缘真心为。你的家不是你将儿配一回，他就是有才有势，还是嘛人弟弟，女儿不配。门大无对，真是不配呀。女儿不嫁，因我不嫁。哦，儿原是二弟弟终老一生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应得呀，为吾又让杀得你离开西夏，真乃是女大当家哦。女儿年纪尚小，年纪尚小，为吾岂能无了儿的青春呢？女儿不愿。应得，应得。哦，我明白了。应得在杭城读书时期，莫非宁熙员外，被小姐在杭城读书时期做了些什么？家。员外，
读书嘛就是读书，没做什么啊。不是家法难逃。小姐的行生读书，既是规矩良善，不相公。哦。自从到恨你接近了。18里送壁上的小姐话。就近住员外，请稍等片刻。才待我托言贫穷归堂前，如今他本自亲自须马家，应酬不尽已3天，眼见那马家人去，今日去。
两三分。请他客厅相见。是。两相共齐。主人本小在北京，两一头是我有生愿意。小在马没登门，上神不大人见了。哪里？哈哈哈哈哈哈！两爷子像是路过恩水，你是代理差夫与神不大人请哦。哦，不过，身边一房王应的眼里。两相公，请用上啊，宁心。女婿弟弟，相公是女婿妹妹。去。现在远道而来，请到客房稍坐片刻，当面应待出见。是。来。在。被两相公客房稍坐，不得怠慢。是两相公齐。谢神吧。请小姐下头有客讲话，慢，要小弟先来接我。应的弟弟，两三百放你来了。两兄在哪里？应的，我看你还是不见得好。我与两兄你接近来同苍山寨，远道来访，岂可不见啊？应的啊，你是马家的神了。娘未曾遇，岂不问婚姻大事，当由父母做主。你一年女儿长定亲事，父妹无凭做事不对。与师母为媒，若孙子为凭，与理无可呀。应的你。弟弟，马家乃是左营世家，不有门第。两家虽然平安，也是亲不人家。应得你放肆！不人与你不该，不听无名，
家不许马家有错门第。你大胆！山东四的内部兄会就是铁军敌你最无名，自古在门内有多人花兵里把火用，真忠诚。为父平生万事一从理，必有这一遭难以云，因得啊终身他是第二喜。将儿须马家，快来面对。年龄与300有几百之年，就用你一件。你要好言相劝于他，叫他另娶淑女。启禀元王，钱老爷派人来采元王府宴。北郊更衣是。宁些元王，被小弟到客房接见两相公。不要离人磨面，有失礼数。日子难更改，我只好守备你俩眼着。你从杭城到浑水，你不一代嘛就从一位。
结拜兄妹，不妨好好宽慰，好有本地陪伴。为母为娘要追家。哥哥，来，讲个不可放肆。哦。两兄爷，你我在杭州读书的时候，乃是弟兄相称。如今你已是身为当犯，我还是出言的，还是你我在读书的时间，我是女扮男装，令我理解弟兄相称。如今不妨改称兄妹。爷妹，两兄，此次不知江华所在，请到小妹所里小度，此事真好啊！两兄，请。还是爷妹先去。喜欢
还是也没心情啊。家居相比完胜，可见兄弟后外行两兄妻也没轻松，结果可以用上。陪你闹事，一来与神父大人请安，二来下华王的家九妹，九妹，哎，是啊，那一日天堂大厦送礼回，你在家。小九妹，长亭上面坐的美，与兄子带你带杯酒醒来。英雄啊，你那九妹是哪一个？兄知道，就是也没梁山伯与祝英台，结识姻缘配龙来。甚至弟弟将我送分配，就比同我有欢喜，你因我脸上最上眉。两兄啊，我有一件伤心事。还有什么话不能讲的？哎，今岁无妨。两兄何事？自从小妹比你归来，哎，弟弟所知，哎，已将小妹的终身。
因为你好，你在旁边是祖辈，是大家有小聚会，你在酒杯就是你的为哦有许马文辈。娘兄啊，难道你小妹心里藏过？
红儿才看难看，可记得啊，在巴黎相送长宁路，我是一片真心出彩来，可记得比作鸳鸯成双对，可记得女郎织女把家教为，可记得啊心中伤伤来照应，可记得观音堂前把堂杯，我也曾留下品味我尊台，我是被托似梦做他来，压了相逢知己技巧在，我也曾临别轻看许久我指望有情人早能成眷，想不到美满姻缘两兄啊，我与你两兄难认得，弟弟是云了马家门，我与你两兄难认婚，弟弟收了马家聘，我与你两兄难认女啊，弟弟因过马家对，两兄啊，弟弟之命不能为马家他情难退。
我为你一路上归在怀里，死于
这个样子，我死在你家，做我谁啊？两兄啊，你须得伤心啊，我常有对心有对，你只好好来望我，我伴儿来你在平安会。两兄你千万要把从今在别，你何时来啊？回家病好来看你。只怕我对你要超过你来，长发无忧，好对就在那无家生产里为恩李文碑啊，李文碑，两兄弟红黑儿子开两块，那红的开上做银台，那黑的开上你两三杯。我与你生前夫妻不能配，两兄啊，我就是死也要与你同完。你们弟兄告辞，两兄，娘小妹来送你一程。两兄，放
兄高兴了，娘兄保重。娘兄。回来了，为娘回来了，不知因为他来不来呀？他不来嘛？母亲，你可曾对他也讲，再被平日大话，只就见他一面，虽死无憾。我也曾自此说来。下
父亲。
来到马家为伍，可怜儿命不久。娘啊，儿有错言，被错。望街路，儿的娘身体虚实哎，恳求母亲赐儿女儿子要无教身上离为啊悲，离为悲，离为悲，红孩子开两亏，红的开张做银的，黑的开张儿两三
话他大明接待贵宾，得命我请小姐梳妆打扮。小姐，月话他已经如愿成意，你可要体谅他一片儿女之心啊！我家小姑，小姑，姑。宁信，四句他来何事？莫非两相公他？不能复生，自己保重身体，应得呀。清早起身，
坚定。此情归期徐来到，秉着缘情上门。光景你不让家，岂不要必为吾昔日苦人何日退？祖父名声为担，方圆法理春夏鸟戏羽毛神西连，你将为吾连绵无人树下那真人做人。马家崔教授要去人情小姐官花送葬。应的，应的，应的，我。你就可怜可怜为吾吧，你再不上交，我冤枉，小心！冤枉！
轿吧，跨上轿吧。弟弟，娘娃，弟弟，你要女儿上轿，一儿一双。讲，你讲你。弟弟边上摇椅，2月一日来去坑，二要叫点23把大灯，小儿3天4宁宁，那花轿的往副轿走，女儿要摆一束我去的2兄妹啊，女人。见着大家人有情，你真的是你怎么为？长大弟弟不答应，要儿上轿万不能。应儿你要小气，应儿你不能，小弟，小弟，应该好。为父依你就是，可是你必须瓦灭陈红，里灭咱吧。等几分之后，说到马家叫拜天地，快的小姐收账，收账。弟弟，弟，女儿把病了。什么话叫外门来？老爷，启禀老爷，夫人花轿已动，作父启程。哦，来了，快快准备。老爷请。马姑子，什么？你看，花轿们五轿正在这里。啊！殿下，小姐，五轿正到了。问他
指望天中神月陈将军，谁知晓西家为教父娘家，谁指望生小官的来人去，谁知晓未到明河头传家家，谁指望我大红花轿到你家，谁知晓我白衣收不来。